各位朋友，今天跟各位聊几句古话。城南小陌又逢春，只见梅花不见人。人有生老3000疾，唯有相思不可医。人生如一场重逢与错过的循环。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几句，只觉得美，但真正走过人生的人，听到的是一种无声的痛。春天又来了，花依旧开，街道依旧在。世界什么都没变，变的是那个曾经陪你走过这条路的人，已经不在你身边。人生最残酷的地方，不是失去，而是一切照旧，只有那个人消失了。你会发现，时间不会因为你的难过而停下来，四季照样更替，人群照样来去，甚至连你自己也在不知不觉中继续往前走。可是心里有一个位置始终空着。我们总以为痛苦来自于生老病死，来自于生活的压力与现实的无奈，但当你真的经历过，就会明白，身体的病可以治，生活的苦可以熬，但有一种东西是你怎么努力都无法摆脱的，那就是相思。它不吵不闹，却会在你最安静的时候出现。也许是一首歌，也许是一个场景，也许只是一瞬间的回忆，就足以让你心里翻涌。你没有崩溃，但你也没有真正走出来。这就是相思最深的地方，它不会毁掉你，却会陪着你一辈子。所以很多人问，成熟是什么？成熟不是你不再想念，而是你学会了在想念里继续生活。你依然会怀念过去，依然会对某个人心软，但你不再回头，不再停留。你开始明白，有些人注定只是陪你走一段路，不是陪你走到最后。而人生真正的课题，不是不失去，而是失去之后还能好好活着。所以，如果你心里也有一个再也见不到的人，不要急着把他忘掉，因为真正重要的，从来不是忘记，而是你是否还有勇气，带着这份想念，继续走下去。人这一生会失去人，会错过人，也会放不下人。但成长不是忘记，而是带着这份无法治愈的思念，继续往前走。你可以想念，但不要停在原地。你可以遗憾，但不要困住自己。因为春天还是会来，花还是会开，而你的人生不能只停在那一段不见的人里。最后送你一句，人生最难的不是得到，也不是失去，而是明知道回不去了，还能继续走下去。这才是真正的成熟。